京星少年关怀协会一直咧协助即寡骹步打叉的少年家仔，帮助因找到家己兴趣，培训专业，也陪因行出新的人生。今年协会已经满30年了，因也办特展，要互大家来联办协会，也了解即阵少年家仔。 当我变聪明用内化的歌，享受看不尽成长的岁月，一件件独从变成了歌，学会了控制才会在这。 规头白头长尾仔当地唱歌，就是 rapper Lizzy。歌词写的是家己因过因为食毒伤害案入去到台北少年关护所的经历。后来伫内底熟悉京城少年关怀协会了后，决心改读认真学音乐。即马正做少年朋友拢捌的 rapper。今年是协会30周年，伊也毋忘用家己的故事鼓励济济还伫黑暗当中的少年家。 他们对我的帮助，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就是爱吧。我觉得人生就是这么曲折，就是会有很多的困境跟困难，但是就你不要只想着你会遇到好事，你遇到坏事，你就换一个心态，你就觉得你在挑战，撑过了就是你的。 京城少年关怀协会常常伫咧少年家出校管送时，赶伫江湖兄弟来进前，请这少年家好好食一顿饭，率来协助因培养兴趣，嘛透过专业训练，帮助因找头路，行向正道。伊嘛毋忘社会会当给予这囡仔一寡机会。其实很多企业愿意接纳这些孩子工作，但是往往会说，我愿意接纳，但是你们态度要好。可是我们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情绪的问题，就是态度不好，因为他们人生太多的辛苦，所以是需要被看见的。协会自初二开始。 连办3日的特展，要让大家了解这少年家的故事，也要把因做人的经验扩展到桃园，让需要帮助的少年家在人生的青红顶会当重新出发。记者卢尚如、曾春佑台北报道。